大家好，我係 Hero，歡迎收聽迷離公路。嗱，咁印象中耐唔耐喺節目入邊呢，都會講下一啲失蹤事件啦。咁但係一陣要講嘅呢件事，表面上雖然亦都係一單失蹤事件，不過呢就非常之奇怪嘅。咁至於點奇怪法，大家聽埋呢就知噶啦。嗱，事緣上世紀90年代至到2000年嘅期間，墨西哥曾經呢就發生咗一單失蹤事件。咁隨住失蹤事件嘅出現，事後逐漸呢亦都成為咗另一個都市傳說。咁到底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嘅呢？坊間對於呢件事又有啲乜嘢講法呢？今晚我會嘗試去同大家講下嘅。嗱，咁首先成件事就要由當地墨西哥嘅一個電視頻道 Canal 5河道5號咧就開始講起啦。Canal 5本身就屬於係一個免費嘅電視頻道啦。咁自50年代起咧就已經有噶啦。至於節目內容方面，Canal 5主要咧就針對一啲年紀比較後生嘅觀眾嘅。咁年齡由細路仔啦至到青少年咁亦都有啦。咁基於呢個原因，播出嘅節目就多數都係一啲咧，譬如話動畫啦、電影啦、外國嘅電視節目啦、各種各樣嘅一啲體育嘅賽事啦，甚至乎世界盃啊、奧運會啊等等。嗱，特別要留意嘅係咧，雖然 Canal 5主要嘅觀眾群都係細路或者青少年，咁但係大家咧就唔好以為節目嘅播放時段就一定係下晝或者晚上，因為有部分嘅電視節目，舉個例啦，譬如話連續劇或者真人 show， 咁通常咧就深夜時分先至會播出嘅。嗱，咁值得一提嘅係咧，Canal 5喺深夜時分經常都會播放一個節目。嗱，呢個節目個名咧我就唔識讀啦。咁簡單講就屬於係一種咧涉及社區服務嘅廣播節目嚟嘅。譬如話有陣時透過熒光幕咁會列出一啲咧失蹤人士嘅資料，咁希望觀眾睇完之後假設認得啲人啦，或者有啲乜嘢相關資料嘅話咧，都可以提供俾有關方面，咁從而咧就去協助調查。好啦，咁講完一啲背景資料之後咧，就正式進入主題啦。嗱，話說2001年喺正話提到嘅節目入邊就播出咗一個咧失蹤少女嘅資料。咁事主就叫做塞萊娜德爾加多洛佩斯。咁當年失蹤嗰時咧就18歲，最後出現嘅地點就係墨西哥城。嗱，咁但係特別要留意嘅係咧，除咗佢嘅姓名、年紀同埋失蹤地點之外相比起其他失蹤者嚟講，就乜嘢資料都冇啦。嗱，久而久之，呢單失蹤事件就居然演變成為一單都市傳說。嗱，話說有人就聲稱覺得事主嗰張大頭相感覺就相當怪異啦，搞到佢就唔舒服，同埋就有啲驚啦。甚至乎有人就繪形繪聲，話每逢頻道播出佢呢段失蹤通告嘅期間部電視無緣無故都會好似輕機咁嘅，完全就冇晒反應啦，或者就直頭係播一啲雪花嘅畫面，咁如是者要等幾分鐘先至就回復正常。結果唔知幾時開始啦，嗱，坊間就有個講法，就話事主塞萊娜其實就已經死咗噶啦，而佢嘅靈魂就附咗喺呢段短片嗰度咁導致到有唔少人睇完之後都遇到怪事咁講。嗱，咁當然啦，傳就咁傳，咁開頭嘅時候，大家都當係鬼故咁聽啦，咁亦都冇話特別在意呢件事嘅。咁但係涉及塞萊娜嘅傳聞，唔單止就繼續傳，後嚟仲越傳越犀利，咁同時亦都出現咗一啲謠言嗱，有傳就話塞萊娜嗰張相點解網絡咁怪異嘅呢？就因為其實呢張相就並非嚟自真人。反而係有關方面咁經由電腦技術重新去做出嚟嘅，係一張合成相嚟嘅。咁如果用翻今時今日嘅講法嘅話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嗱，咁隨住以上嘅論點傳開咗之後有人就特登走去深入調查事件，咁結果就揾唔到任何有關於塞萊娜嘅公開失蹤記錄。咁照計應該就冇咩可能嘅。
因為假設真係有人失蹤嘅話，點都會有個官方嘅記錄先啦。咁但係當時咧就揾唔到。嗱，於是者就開始出現咗咧唔少嘅陰謀論者以及其他嘅講法理論啦。咁就逐樣講啦。首先有關於塞萊娜網上嘅嗰張相啊，即係通告出現嗰張啦。有人就認為呢張相就應該係咧喺塞萊娜失蹤咁上刻嘅時間咧就整出嚟嘅。咁但係實際上相中人就並非係塞萊娜本人，反而係另一個叫做德瑞克托德里嘅連環殺手嚟嘅。嗱，德瑞克本身亦都有另一個稱呼，就叫做咧巴吞魯日殺手。咁啊，涉及德瑞克嘅活躍時期就應該由咧上世紀90年代頭啊，1992年至到2003年左右啦。咁講緊呢都有成接近差唔多10年嘅時間啦。咁到底喺呢段時間入邊，佢殺咗幾多人呢？嗱，一直咧都冇一個確實嘅講法嘅。咁但係至少佢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首都巴吞魯日以及拉法葉一帶啊，就殺咗起碼超過7個人以上噶啦。咁全部受害者咧都係女性嚟嘅。嗱，咁提到德瑞克都有少少資料咧，就可以補充一下啦。話說2003年左右，咁坊間咧就出現咗一個都市傳說，就講話咧有連環殺手專門咧就利用一啲嬰兒嘅喊聲，咁就錄音帶啦，就嚟吸引受害人嘅注意。譬如話喺佢哋屋企門口咧就播呢啲嬰兒嘅喊聲啦，咁啊引受害人就開門，跟住咧就殺死受害人。咁其實呢個傳說本身正正咧就係嚟自德瑞克噶啦。嗱，根據資料所講啦，德瑞克嘅殺人手法就次次咧都有啲唔同嘅。咁雖然係咁，不過亦都有某啲共通點啦。譬如話佢好少咧就強行入屋，多數都係受害人咧就自動開門嘅。舉個例啦，佢曾經試過就扮係嗰啲露宿者咧就拍門求助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咧，亦都傳出咗就話德瑞克咧透過各種方法咧就去殺人嘅。咁包括正話提到播一啲嬰兒嘅喊聲啊等等啦。嗱，咁印象中以前我曾經都有講過呢個傳說嘅，不過咧就唔記得係迷離公路啊定還是 Patreon 嗰邊啦。咁好啦，嗱又講翻阿塞萊娜先啦。先前就講到原本大家以為係阿塞萊娜嗰張相，實際上有傳呢就係嚟自阿德瑞克嘅。咁至於點解後嚟會變咗做阿塞萊娜嘅呢？咁首先最大嘅可能性就係因為佢哋兩個嘅面型啊就相當之接近。其次啦，有人亦都認為有關方面可能咧就用咗阿德瑞克張相咧嚟做嗰個 template 啊藍本啊，再喺上邊就合成咗塞萊娜個樣啦。嗱，話說當年網上有個自稱係佛洛雷西塔之夢啊嘅調查組織，曾經咧就用咗一啲 3D model 立體嘅模組啦，再加入其他網上揾到嘅相，結果咧就重組翻阿塞萊娜嘅嗰張相出嚟啊！嗱，雖然咧就唔敢講話100%一模一樣樣啦，不過都已經足以證明到咧，當年嘅電腦技術絕對咧係能夠做到呢樣嘢先啦。而根據組織嘅成員所得出嘅結論，就相信電視熒幕播出嘅嗰張塞萊娜嘅相咧，極有可能根本咧就係假嘅。嗱，假設啦，咁啊沿住呢個諗法繼續去，好自然啦。下一個問題咧就一定係，喂，到底實際上塞萊娜係咪真實存在嘅呢？好啦，姑且就當冇呢個人啦。如果從呢一點再引申落去嘅話，咁亦都意味住有關方面，即係嗰個社區服務嘅廣播啦，係故意將一個虛構嘅人物就加入佢哋嘅失蹤通告入邊啊。咁至於點解要咁做呢？坊間有人咧就推測呢張相可能咧就屬於係一種警告嚟嘅，就提醒觀眾，尤其係年青人要保持警惕，注意安全啦。嗱，有關於以上嘅論點，亦都唔係話咧就憑空作出嚟嘅。事關喺2010年嘅時候 ，Channel 5嘅 Twitter account， 即係而家嘅 X 啦。曾經咧就上傳咗一啲涉及塞萊娜又非常之怪異嘅短片，而呢樣嘢就令到當年啊
有唔少嘅觀眾咧都傾向於相信成件事即係塞萊娜嘅失蹤，實際上咧係假嘅，純粹係一種宣傳手法嚟嘅啫。咁姑勿論點都好啦，事件就仲未講完嘅。嗱，話說咁嘅時間呢，就去到2020年啦。咁有一個同所謂嘅失蹤人士塞萊娜同名同姓嘅人呢，就出現咗喺 Facebook 嗰度。咁為咗方便去講，咁我就稱呼佢做 Facebook 塞萊娜先啦。咁講到呢度呢，可能有聽眾就會認為，喂，全世界咁多人，講真，同名同姓啊，都唔出奇啦。咁問題係，當時有唔少 Facebook 嘅用家呢，就發現自己就俾呢個 Facebook 塞萊娜呢，就加咗做朋友，而令到成件事更加耐人尋味嘅係呢，嗰班事主就聲稱就直頭係呢，就冇得揀去 unfriend 啊 Facebook 塞萊娜嘅。咁結果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傳呢個 Facebook 塞萊娜喺 Facebook 上邊呢，就成為咗所有用家嘅好朋友啊。咁一係佢呢個 account 本身就有問題啦，一係成單嘢就涉及靈異事件咁講。咁到底邊樣先至真呢？當時就唔知嘅。不過肯定嘅係，當年 Facebook 塞萊娜嘅個人頁面，佢嘅 profile 啊，曾經就分享咗呢超過126000次咁多嘅。嗱，咁無可否認啦，一時之間呢，佢都可以講話係成為咗 Facebook 嘅一個現象啊。姑勿論佢係咪事主本人都好啦，最起碼成件事都相當之具話題性先啦。咁但係後嚟隨住有人不停咁去調查呢件事，結果咧就發現原來實際上 Facebook 塞萊娜係真有其人嘅。不過就正如先前所講啦，只不過係同名同姓啦。而 Facebook 塞萊娜亦都因為咧頂唔順咁多人啊，就 PM 佢啊咁啦。咁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佢咧就特登修改咗佢 profile 嘅設定，就喺佢嘅頁面嗰度咧就攞走咗加朋友嗰個掣。咁但係即使冇新朋友都好啦，喂，講緊佢個 account 本身都已經有成差唔多咧5000個朋友，就算真係正常嚟講啦，都搞唔掂啦。咁所以結果喺忍無可忍嘅情況之下，Facebook 塞萊娜就將成個 profile account 咧就轉咗做私人 account。咁直至到今時今日，情況仍然咧都係咁嘅。嗱，咁睇翻晒成件事啦，基本上咧就匪夷所思，而坊間對於事件都有唔同嘅講法嘅。有人就認為實際上塞萊娜就真有其人，咁啊真係失咗蹤啦。咁至於你話點解會冇一個官方嘅記錄嘅呢？咁嗱，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當年啊發生喺墨西哥嘅失蹤事件就非常之多嘅。嗱，講緊每個月都有好多人呢，基於各種嘅原因就唔見咗啦。咁所以有關當局根本呢亦都冇咁嘅人力物力，就去跟翻每個失蹤人士嘅資料記錄啦。嗱，咁既然提到有關於墨西哥嘅人口失蹤事件，又可以補充翻呢多少少資料喎。其實早喺2000年中期啊，咁直到接近2019年、2020年嘅呢段期間呢，墨西哥曾經就發生咗一場毒品戰爭。咁主要就屬於係墨西哥政府啦，同埋販毒集團兩者之間嘅一場嘅鬥爭啦。不過特別要留意嘅係呢，其實未發生呢場 so-called 戰爭之前呢，墨西哥嘅販毒集團都活躍咗呢幾十年噶啦。期間就導致到無數人因為咁嘅原因就死亡啦，甚至乎就失蹤啦。嗱，先唔講其他啦，純粹淨係講翻毒品戰爭啦。當中涉及有記錄嘅死亡人數，至少咧都有成10萬人以上。嗱，都仲未計失蹤數字喎，相關嘅失蹤個案都接近有成咧3萬宗嘅。咁冇記錄嗰啲咧就更加難講啦。同埋其實早喺80至到90年代嘅時候咧，當地唔同嘅販毒集團又係鬼打鬼啦，咁啊導致到亦都出現咗咧唔少嘅死傷或者失蹤嘅個案嘅。咁所以嗱，假設根據呢個講法嘅話，你話塞萊娜實際上係真有其人，但係有關方面就唔夠人手，或者根本呢就跟唔到咁多嘅個案啦。以當地嘅歷史同埋實際情況嚟睇呢，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
再加上當地比較年輕嘅失蹤者，好多時同屋企人，譬如話鬧完交啊，離家出走之後，都會係流落街頭，又有可能咧就染上毒癮啦，又或者被犯罪集團就捉咗去都未定嘅。咁所以基於以上嘅因素，失蹤事件喺當地嚟講咧，都算係幾常見啦。咁至於你話傳說入邊同塞萊娜嘅廣播通告相關嘅嗰啲靈異事件啊，又點解釋呢？嗱，由於當年墨西哥嗰邊嘅電視頻道服務其實咧亦都唔係話太過穩定，咁所以傳聞入邊講嘅，譬如話播緊尋人通告嘅時候啊，輕機啊等等嘅問題咧，就真係好有可能咧會發生啦，同靈異事件就無關啦吓。純粹真係可能嗰個 connection 啊，個網絡系統咧有問題，咁導致到咧就出現呢個情況。嗱，咁除咗上述所講之外啦，另一個理論咧就話塞萊娜根本咧就唔係一個真實嘅人物嚟嘅，成件事就純屬虛構啦，純粹真係一個由 Channel 5所創造出嚟嘅人物。咁至於目的方面，就正如先前所講啦，咁作為一種警告啦。警惕當地嘅年青人要小心啦，同埋時刻保持警覺性啦。咁至於支持呢個講法嘅理由呢，就係 Channel 5曾經多次喺相關嘅社交媒體平台上邊呢，就提及到塞萊娜。咁所以有人呢就相信塞萊娜其實呢就屬於係一種警告嚟嘅。嗱，咁仲有一個講法嘅，而呢個講法亦都主張塞萊娜就並非真有其人。咁實際上就由某個人所創造出嚟啦，之後佢咧就將塞萊娜嘅相片連同少少個人資料就上傳咗去咧 Channel 5，咁從而令到佢哋咧可以將呢個虛構嘅人物就放咗入去社區通告入邊。咁至於點解要咁做咧？咁嗱，最簡單啦，成單嘢純粹咧就有人玩嘢啦，當係一個社會實驗又好，真係純屬玩嘢貪過癮都好啦。總之一句講晒啦，成件事背後咧就冇先前所講咁多陰謀論嘅，就真係有人貪玩嘅啫。嗱，涉及塞萊娜嘅失蹤事件，唔同嘅講法都有啦，都真係眾說紛紜啦。咁到底邊個講法先至真呢？都係嗰句啦，就留待聽眾自行決定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